上帝。哈利路亚！主的旨意就是爱咱常常喜乐，逐工往伊倒，但我靠伊。咱来唱一首喜乐的诗歌。常常学了咱的主耶和华的时阵，你知无？伫咱的细胞内面，伊就会开始发出伊的迄个热能。因为咱学了耶和华，咱的细胞知影无？咱的灵是知影，所以咱学了耶和华是带来一个